大家好，我係 Cofus，你哋嘅聲音導航。今次呢段短片呢，最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關稅戰之後點樣去睇我自己嘅一啲強積金配置策略，同埋對投資有啲咩睇法呢？咁希望喺呢一段短片可以同大家一分享一下。嗱，一如預計，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喺4月2號咧宣布咗對等關稅政策，而今次呢一個關稅政策咧覆蓋嘅咧全球大部分國家，無論係佢嘅盟友啦、敵對、大國或者小國咧，都在所難免。好，喺呢個政策推出之後咧，紛紛咧有唔同嘅國家咧都已經咧考慮咧會執行一啲報復性嘅反制措施。嗱，就以中國為例啦，佢喺4月4號咧已經推出咗7項嘅政策，然後咧去應對呢一個關稅嘅挑戰。好啦，有一啲東南亞同埋新興嘅國家，因為呢個關稅政策咧，個政府都出現一啲恐慌，因為你都明白佢哋主要都係靠出口去維持裏邊嘅市民嘅生計。佢哋咧願意咧同美國商談，希望可以減免一啲入口稅啦，同埋或者有一啲優惠俾美國嘅國家裏邊嘅一啲企業，從而希望咧可以交換咧取消產品入口美國嘅關稅。究竟 Donald Trump 又會唔會讓步呢？嗱，喺今次呢一波嘅貿易戰，究竟對全球嘅經濟有幾大影響呢？今日我嘗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睇法，無論係貿易市場嘅轉變啦、投資市場嘅轉變，或者我自己嘅強積金嘅配置嘅策略啦，同埋希望大家咧要迎接一個全新嘅投資思維嘅世界。嗱，首先從貿易市場嘅轉變開始講起啊。第一樣嘢有可能發生嘅咧，就係啲物價會上升啦。嗱，你諗下啲物品因為加咗關稅，無形中咧令到個成本會增加，咁有機會咧會轉嫁咗俾消費者嘅。如果係咁樣嘅咧，可能美國嘅通脹咧會突然之間會升溫嘅。咁但係呢個可能性咧就未必100%會發生。原因咧有第二個可能性，就係由咩咧？出口商佢哋去減價，然後配合埋可能加咗個關稅咧，無形中嗰件物品咧喺出口嘅時候咧都唔係一個好高嘅價錢。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出口商，佢又願唔願意唔賺錢或者係虧本去做一啲生意咧？短暫會，長遠會唔會咧？好啦，最大嘅可能性咧，反而係出口商同埋入口商咧共同承擔咗呢個關稅，即係話出口商必須要將佢嘅出口價格減低啦。咁另外入口商咧，佢亦都需要咧將佢嘅利潤降低，從而咧抵消咗呢個關稅嘅升幅。咁亦都有部分咧要轉嫁俾消費者。嗱，呢個做法係最好嘅，無形中咧可能個價格嘅上升咧唔會突然間飆升得太大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價格上升，有機會可能一啲物品咧會升5至10% 或以上嘅喺短時間內。咁但係長遠咧，亦都會令到嗰個通脹咧會增加。咁所以咧，今次呢個關稅政策究竟會唔會影響通脹咧？大家可以好快就會知道㗎啦。好啦，另外想同大家講下產能過剩。頭先講過啦，如果我係出口商，我將啲產品咧賣去美國，咁原來咧都冇錢賺嘅，或者賺得好少嘅，咁我有冇需要咁樣做咧？或者可能要虧本去賣嘅？咁點解會虧本去賣咧？你都明白生產唔係今日生產聽日賣，好多時我哋都會預咗1-2年。預計嗰個生產量係點同埋訂單，而家突然呢一個政策出現咧，可能都會影響咗一啲原先嘅安排嘅。咁有機會呢啲出口商咧就會轉移將呢啲貨品咧賣去俾其他嘅國家。不過因為呢個關稅政策咧，我相信咧好多嘅大國咧都會為咗自保咧，從而咧都會為自己做呢個關稅嘅壁壘，令到咧大家好難同佢做生意。咁唯有咧將啲產能過剩咧就去一啲比較我哋叫新興嘅國家啦，或者消費力未必有咁高。
咁你要能夠銷售到過去咧，都必須要割價。不過有機會可能會比賣去美國嘅時候咧都賺多啲或者蝕少啲。好啦，頭先講到嗰個情況就會令到咧個貿易會減少。咁將來咧應該個估計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叫小圈子嘅貿易㗎。好似以前地球村咁嘅形式。好啦，貿易減少最大嘅影響係咩咧？最大嘅影響就係影響咗每一個國家裏邊嘅一啲勞動人口啦。咁因為生意做少咗，究竟啲公司仲需唔需要請咁多人去做生產同埋做貿易咧？咁從而亦都會影響咗每一個國家佢裏邊內部嘅經濟同埋穩定性嘅。好啦，將來咧可能咧會做一啲叫小圈子嘅貿易。咩叫小圈子嘅貿易咧？我哋只係同我哋鄰近嘅啲國家咧做一啲有限度嘅一啲交易，咁亦都會影響到好多嘅行業嘅。即刻諗起嘅就係一啲航運業啦，或者貨櫃碼頭，或者運輸業。好啦，最後就係所講。因為今次加咗呢個關稅，令到整體全球嘅貿易減少咧，咁亦都會咧令到投資者咧卻步嘅噃。因為佢哋發覺咧投資落去嗰個機遇咧未必咁大，個回報率咧亦都唔吸引。咁所以咧就會引致一啲資金咧重新再配置過，或者進入咗一個寒冬時期，暫時好保守咁樣去觀察下整個貿易戰最後嘅結果係點。好啦，跟住我又講下投資市場嘅轉變啦。嗱，唔好諗住，只係加關稅應該關貿易事嘅啫。其實喺4月2號打後2日公佈咗之後咧，你都會睇到全球嘅股市咧已經作出反應啦。嗱，我先講債券先啦。頭先講過啦，因為嗰個貿易會收縮啦，咁一啲商業債券嘅吸引力咧就會下降，亦都個風險會增加，所以債券市場咧有機會咧有一啲資金會流失嘅。咁如果需要發債咧，必須要付出更加高嘅利率咧，先吸引到一啲人咧去買佢哋嘅債券嘅喎。咁所以如果你手頭上邊有一啲債券嘅投資嘅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佢跟住嘅風險咧一啲都唔細，尤其是係企業債券佔得較多嘅咧，佢嘅違約風險咧，因為今次嘅貿易戰咧增加咗個百分比咧係超過1倍嘅。好啦，第二樣講下係股市啦。唔需要我講，如果大家有留意呢2日嘅咧，都見到美股跌得幾犀利㗎啦。其實美股已經喺佢嘅高位咧，差唔多跌咗接近2成㗎啦。咁點解會影響股市咧？因為貿易減少，咁即係話一啲企業佢嘅未來預期可以賺到嘅錢或者做嘅生意咧，應該就會減少嘅。同埋因為所有嘢嘅成本增加咗啦，咁亦都會引致一啲資金嘅流動咧會冷卻嘅。咁所以我個人自己覺得咧，股票市場如果唔會有啲咩新嘅消息緩和翻今次嘅貿易戰咧，美國嘅股市應該係準備一路向下作出重大嘅調整嘅。咁至於中國同埋香港咧，我可以話俾你哋聽，佢未必跌得太急，但係亦都冇乜嘢反彈嘅餘力嘅。咁因為好似喺4月4號中國政府公布咗7項政策啦，佢裏邊都有講到嘅，呢7項政策短期必定影響中國嘅經濟發展，但係咧長遠咧係一個好嘅決定。咁所講緊嘅短期，我相信話係呢1年2年之間咧，有機會整個中國嘅經濟發展咧就會停頓咗，或者有少許倒退。咁對我哋譬如恒生指數嚟講，大部分都係一啲中資嘅企業咧，呢個係一個幾大嘅影響。咁會出現真係啦，只有炒消息就變咗炒股唔炒市。好啦，我哋又講下利率啦，因為利率會影響樓市。嗱，因為呢一個政策咧，我相信利率會向上升嘅機會率較大。因為仲有好多因素會影響利率嘅，但係單憑呢一個貿易戰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利率有機會再向上攀升嘅。咁原因係咩咧？如果仲係一個低息嘅政策咧，
有一啲企業咧仲可以靠借貸嚟維持住呢一個貿易戰佢哋遇到嘅損失啦。咁但係作於一啲借貸方，即係銀行啊，或者一啲融資嘅機構咧，佢哋嘅風險增加咗唔少啊。咁所以咧喺利率上邊咧必須要作出一個提升。咁我個人覺得咧，最少美國聯儲局今年咧有機會係唔會減息，而加息咧係絕對有可能。但係加息嘅幅度視乎究竟呢個貿易戰之後產生咗嘅一啲負面情況影響幾大成個市場咧，咁就會影響嗰個利率將會加息加幾多啦。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大家都唔好期望話會有一個好低息嘅環境而去做個營商，或者如果喺投資上邊變咗個成本咧，就會增加咗。好啦，再講下匯率啦。匯率呢樣嘢咧比較上難捉摸嘅。點解我會想抽出嚟同大家講咧？因為咧要面對呢一個我哋所講嘅呢個關稅嘅政策咧，其實有一啲國家係的確可以控制佢自己嘅匯率，即係佢嘅貨幣貶值，從而將呢一個關稅嘅壓力咧轉介咗出去嘅。咁但係亦都會影響呢個國家嗰個經濟增長。咁究竟每一個國家佢哋嘅財政嘅官員會採取咩政策咧？喺呢一度暫時呢幾日咧，我都冇辦法可以去判斷到。或者如果日後有一啲更加新嘅消息咧，我再個別再同大家做一啲短片分享啦。咁但係即係話出現個匯率嘅波動性咧，十分之大。而過往我哋所睇嘅一啲圖，可能會覺得某一啲國家可能個匯水會上升嘅咧，都有機會因為今次呢個關稅嘅政策咧，會作出轉向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炒下外匯啊各方面嘅咧，就必須要留意住個市場啦。好啦，大致上咧都同大家講過個市場嘅變化啦，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啦。其實只可以咁講啦，個市場咧暫時咧，因為呢幾日咧所出現嘅反應咧係非常之大，有機會咧可能喺個幾禮拜後咧，對呢一件事情嘅反應咧略為會溫和返啲。咁但係亦都唔係代表佢係一個回升，或者整體經濟咧會再步向正常嘅一個開始，只係話咧大家開始慢慢摸索一下，究竟呢個關稅政策對全球經濟有咩重大影響。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有少少嘅睇法，係我跟住落嚟咧喺強積金配置上邊咧會做嘅。嗱，首先我會趨向真係保守政策，因為中間呢個關稅咧雖然公布咗一個稅率啦，或者裏邊嘅內容，咁但係之後嘅日子咧將會出現有兩樣嘢嘅。第一，有其他國家會作出相應嘅行動，然後會對美國咧增加一啲入口嘅關稅。更甚嘅，亦都有機會咧係大家兩國之間再商榷，令到嗰個關稅嘅稅率咧有所調整。可能係好消息，可能係壞消息。咁但係我哋呢啲全部都唔能夠喺控制裏邊，所以我個人咧會較為採取一個保守嘅策略嘅。而點解咁講咧？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息口咧有機會未必再減，可能仲會增加添。咁對於保守基金嘅回報嚟講咧，會較為穩定，或者可能仲有少許增加。由而家嘅3厘幾4厘咧，有機會咧可能增加到去5厘。咁所以如果你係唔係好睇得清成個大市嘅咧，我自己都提議咧，盡量擺喺保守基金就會較為好啲㗎啦。好啦，另外我亦都會留意住個市場嘅變化。例如果有一啲較為穩定，例如可能我會見到恒指啊，或者某一啲地方嘅一啲股票指數跌到去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位置，可能咧我會將我嘅強積金裏邊嘅資產，可能大概2成至到3成啦，就會嘗試咧做一個短期嘅投資策略。
希望博佢咧會有10個至15% 嘅反彈。咁但係當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你必須要緊貼住個大市，因為個市嘅轉勢咧係會好快。咁同埋我亦都唔提議大家咧可能將太大部分嘅資金咧一意孤行咁樣去做嘅。咁點解咧？喺呢段時間因為個變化太大啦，如果你所有嘢都係 all in 落去一個有風險嘅基金咧，好多時唔能夠你喺4點前作出一個投資決策之後，然後可以避過一啲災劫，或者可能獲取到利潤。因為有機會一日咧，可能單向嘅轉向咧，成個股市會超過5至8% 嘅上落升幅㗎。咁所以可以喺呢度講下啦。整體無論債券、股票、基金都會有一個幾大嘅波動性呢段時間。只有我哋所講俗啲講偷雞，搏一搏少許嘅反彈，而就冇一個十全十美嘅計劃可以好有把握咧去賺取嘅。咁所以一切都要睇下你屬於邊類型嘅投資者。如果你驚心血少嘅，就可以考慮下盡量做保守嘅策略啦。但係如果你都想喺中間爭取少許利潤，記得留意住個 market 嘅變化，然後去做決定。好啦，最後想同大家講下就係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場之後咧，其實個世界係變咗，包括投資嘅市場已經唔能夠用過去嘅一啲方法，譬如技術分析咧，去推斷個市究竟未來會唔會升幾多，或者個市會唔會掉頭跌幾多。因為整體嚟講係用一個我哋叫做消息市。咁咧，反而我會着重咧傳統嘅分析，理解下你投資咗落去嗰個項目，佢個基本有冇利好因素。如果有嘅咧，可以不妨嘗試，或者作一個百分比去做投資啊，令你可以承擔嘅風險，然後去做呢個決策。咁但係記住，我相信今年大部分都會係消息影響咗成個投資世界嘅。咁所以消息係好緊要，而如果你唔能夠承擔呢啲咁大波動嘅咧，我都係提議大家可以保守一啲。如果你能夠承擔嘅，記得留意住個市場。好啦，今次同大家嘅分享到呢度，咁都係好簡短10零分鐘。我希望等大家有一個初步嘅印象，知道今次嘅變化對未來係點。我亦都講下我將會點樣做。咁至於大家有啲咩分享嘅，隨時可以同我聯絡啊。我係你哋嘅聲音導航 Cofus，拜拜。